又到咗一年要蒸清明拜神糕嘅時候啦，呢個連發酵都唔使等嘅紅糖開花鬆糕就啱晒，全程唔需要手黐麵粉，用筷子撩一撩就可以輕鬆搞掂，隻隻都蓬鬆香軟，開晒花噶。家庭版詳細做法同配比分享俾你哋。先準備一個大啲嘅兜啦，直接用白沙呢個紅糖米發糕專用粉，佢係茶樓師傅按比例調配好嘅，裏邊連紅糖啊、發酵粉啊都已經配好晒噶啦。佢裏邊大概係3分度嘅甜度，中意食甜啲嘅姊妹們可以加多2-3匙羹嘅白砂糖落去添。一包粉係1斤裝嘅，咁就加入360毫升嘅清水。如果你屋企冇稱又冇刻度容器嘅話呢，我專登用呢個包裝袋嚟量咗一下，360毫升就係由下往上第2個白沙嘅沙字呢個位置，其他咩都唔使加噶啦，將佢哋撩勻勻到無乾粉粒咁就得噶啦。撩嘅過程中見到呢啲一粒粒黑色嘅呢，係未完全溶解嘅紅糖，其實可以直接上鑊蒸噶啦。介意嘅姊妹們呢，都可以將佢過一過篩添。一般過時過節，尤其係蒸糕嚟奉神嘅，我都中意直接用呢個紅色嘅錫紙杯嚟蒸。想要佢開花效果好呢，盡量將啲粉漿倒滿少少。呢包粉呢，我將佢掛喺左下角嘅小黃車度，同商家申請咗優惠，你直接揀2包嘅嗰個選項，會送多20個紅色錫紙杯噶啦。蒸嘅時候呢，水滾再落鑊，杯口到鑊蓋要預留700公分，留足夠嘅空間俾佢長高開花。水都要一次過加夠鑊，中途唔好開蓋，全程中大火蒸佢20到25分鐘，關火再焗多佢2-3分鐘，咁就大功告成噶啦。你睇下咁樣蒸出嚟，真係隻隻都開晒花噶。之前好多姊妹跟住做都返嚟話簡單得嚟，又冇乜機會翻車喎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哋都嚟試下啦。